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嗱，今日就係1月嘅20號。今晚星期二，深夜有歐聯我今晚咧就揀咗一隊俾大家參考一下，國際米蘭主場對住阿仙奴。國際米蘭主場嘅成績係比較穩定嘅。反觀阿仙奴咧，就嗰個運動戰入波能力咧就係比較差啲嘅，都係靠死球嘅阿仙奴啊。國米主場0嘅指數，我今晚咧就睇好國際米蘭件波衫可以守住不敗俾阿仙奴。今晚就推介一場俾大家參考，祝大家好運鍾意我個頻道咧就點讚、關注一下、轉發祝大家好運啦鍾意我啲波衫咧就留言俾我有精選嘅波衫。今晚就係咁先，好，拜拜，聽晚再見。